记忆力减退是失智症上常见的症状之一。市立病院中医部医生钟义璇表示，以中医的理论，肾主骨，骨主髓，而且脑为髓之海，若是肾精不足，会互脑部的髓海空虚，可能会造成失智症。以林先的治疗的原则，就要以补肾益髓优先。这位林先生当初是因为头痛，然后很频繁，然后再加上家人也有发现他的记忆力开始变得不好，反应变得有点迟钝，然后可能也有点没有食欲这样子，然后就来中医门诊求诊。那经过辩证之后，发现林先生其实是属于肾的阴还有肾精有点不足的情况，还有一点心脾也是有点不足的状况。那所以我们就使用中药来进行，就是补他的肾阴啊、肾精，还有补益他的心脾的部分。那另外我们还有加上一些头皮针的治疗，像是针刺百会啊，还有四神冲、神庭等等的穴道，那来加强他的记忆力的这个部分的问题。经过2个月中医甲针灸的治疗后，林生头痛的频率大幅降低，食食嘛有明显的改善，更感觉记忆力甲专注力有提升。钟义璇医师提醒，爱把3动2高的原则，3动就是大脑要动、休闲活动、有氧运动，并维持高度的学习，以及加食高抗氧化的食物，同时还要远离烟酒等歹习惯，才会当预防失智症窍门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